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儲物室，有啲人要嚟做工人房嘅。另一邊係洗手間，佢係名廁，浴缸設計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我哋睇一睇廚房啦，佢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洗衣機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擺到6至8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對住係開陽翠綠獅子山嘅景觀。工作平台可以做啲曬浪嘅工作，亦望到河景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係遠處嘅山景，亦望到河景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面積相若，對住係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主人套廁係名廁，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舒服啦。主人套房相當闊大，有好多位置放衣櫃，雙人床亦可以放到3邊落床。窗外係望住開陽翠綠嘅獅子山。